嗌出嚟，有啲咩要求嗌出嚟。Judges ready. Skippers ready. Set. 30。60。留意抬佢。切。個120。保持呼吸。切。捱埋佢，仲幾秒？180。83、84、90，嗰個100學食頂住，第一學士氣，唔好再搶啦，頂住，頂住啊，主題，行埋主題，40、保持呼吸，睇邊呼吸。頂埋，心數拍子，頂住，留意醒佢，留意自己拍子聲，聽拍子聲。頂埋，接住呢個箍啦，頂住張啦，唔好過去啊，接呢個，保持位置。後少，聽拍子聲。頂埋加油，接呢個，聽拍子聲。抬，加油！因為平時佢哋大部分嘅練習都係大概只做到630左右嘅成績，咁所以喺比賽一刻佢哋做到670幾，佢哋自己都唔係好相信。同埋比賽時候我哋討論翻都話，如果再俾多次機會佢哋，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到呢個成績。喺呢個項目當中，一個細微嘅動作就已經會好影響整個動作嘅失誤啦。咁所以喺佢哋成套動作可以零失誤去完成嘅時候，其實佢哋已經感到好激動。再睇到個成績已經原來係打破晒紀錄，仲要係大比數打破呢，佢哋大家都好唔敢相信呢件事嘅嗰刻。